台湾是过冬鸟海龟济生物重要的生态地。今仔一场公听会就针对青山部种的保育制度来进行讨论。学者专家是呼吁主管机关应该爱管制公海，来减少环境对暗时活动的动物的影响。台湾是过冬鸟迁徙路线重要的地点之一，也是海龟等海底生物重要的生态地。台湾暗空协会指出，目前国内针对这款迁徙物种跨境保育的制度真欠缺。拜三召开公听会，收集专家学者的意见，也希望政府通推动参像国际上迁徙物种保育公约的法律制度，看敢有机会加做缔约国，或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，重视迁徙性动物的保育。其实我们要借用国际的力量来带进，然后才有可能结合国际的规范，解决我们内部的困难。因为他们可能有季节性，或者是他对于某一块地区在某个季节需求比较高。那透过我们参与 CMS 有一个国际上的力量，可以让我们对于国内的立法，还有对国内的民众的教育都能够有更多的资源。另外，也有学者指出，目前国内对野豹的研究真少，不过参考国际经验，部分野豹物种会受光污染改变生态地，也希望各界重视光污染对夜间迁徙的动物长期的冲击。发现说，人工光源会对蝙蝠的移动、觅食以及讯号沟通都会有严重影响。当人工光源持续太久的话，有一些蝙蝠它们就放弃它们的栖息环境。国内的物种，或者是国际的物种，或者是迁徙的物种，全部都适用野保法。一旦它有对这不管是鸟类或是蝙蝠做骚扰虐待的一个动作，都是可以用野保法去做规范的。台湾暗空协会表示，虽然农业部表示野保法通适用迁徙性的动物，但强调针对跨境迁徙特性的明确规范和结果拢真不足，呼吁农业部成立专职单位推动跨部会管理机制，避免生态地破碎化的问题愈严重。记者张家嘅林晓凯台北报道。